你好，請問有乜嘢愛協助嘅麼？我嘅皮包唔見脱咧。好，唔清楚。好，請先說回查。是麼？唔該皮包日係第二位唔見的呢？應該係開發分計隻公園跌脱。好，該應該係兩間企嘅開發公園。記得係乜嘢時間唔見脱麼？大約係今半夜下晝。你嘅皮包日係乜嘢色？外表有乜嘢特點麼？係咖啡色嘅長皮包。好，皮包日底部有呢條東西呢？有新台幣2000嘅元，還有信用卡。了解。護照和財麼？護照和財。好，提醒你要打電話叫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。有，我投下聯絡咧。該就好，我留你做一下筆錄，請等一下。筆錄好咧，我念俾你聽。確認有唔錯麼？希望你登錄資料全都正確。好，請你伫咧簽名。好，你係應該維持安全全面，咁樣就辦好手續咧。那係我哋簽到維持品，為嚴時留你聯絡。希望你